你有没有喜欢的人啊？假如我今天跟你说我喜欢你，阿珍呢？你迄项开的，从你过后已经无乜关系。下次爱可以当法文哦。有噶，生理做动态哈。阿姊啊，俺难得来，抢机嘛。今日互我钓到顶仔尾，人煞甲我闹头，我一定爱出面解决啦。我对你来说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利用工具。我没有要利用你，那现在算什么？你每次都这样，真受不了。我躺在手术台上，觉得好冷，闭上眼睛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。他们在海边啊，开了一个很有特色的咖啡厅。我希望那女人过得很惨，不是爱的要死吗？一个死了，另外一个怎么不跟着去死？